2024台江青春伴行活动迈入第10届举办。今年的活动会为下晡4点起行，一直行到暗时9点半左右，路途大约是23公里，途经山海圳国家绿道、内海高港道以及湿地气温，哪行哪介绍台江的历史甲环境变迁。趣味的活动内容，甚至有小朋友连续3档报名参加。我这是第3次，然后我上次就是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是也跟学弟妹一起走。对，这次其实就是也挺开心的，因为这场活动是要欢送毕业生的，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可以认识台江，对，然后我们也是第1次参加，对，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完成这个挑战。文化局长谢世恩、台江国家公园副处长赖建良、安南区长魏文贵、社区大厦校长林朝成、和顺国中杜俊兴校长、台江国小郭芳珠校长等人拢有到场，为台江师生加油鼓励。1、2、3，站！台江青春伴行相当有意义的，我们持续的再往前推进。的球度吴执行长所说的一个人走跟大家一起走，那个整个凝聚出来的力量不一样。我们一直期待，我们透过伴行的这个大家一起迈开步伐的行动，来联系我们跟土地的关系。咱这一边台江第10届台江青春伴行总共有170几个人参加啦有头7间学校的家长、老师甲同学陪伴咱遮囡仔来行这条23公里的台江青春伴行文化路径，熟悉咱台江人相伴伴守护家园、保育环境的这个精神。望遮囡仔安尼行过这条路，会当来长大成人甲咱先民同款做伙来保育咱的故乡，守护咱的故乡。台江国家公园甲社区大厦台江分校连续10档共同举办台江青春伴行，成为台江第1个少年成年礼。今年参与的学校有海淀国小、和顺国中、海东国小、中安国小、安庆国小、安南国中等学校，有将近200位师生以及家长报名参加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